迄时芬芳的王希律听到耶稣的名声，就对神仆讲：这是施洗的约翰对死来搁活，所以这个异能对伊内面发出来。头起先，希律为伊兄弟腓力的看守希罗底的缘故，甲约翰掠条锁伫监狱内，因为约翰捌对伊讲：你带这个妇人人是无合理的。希律就想要杀伊，只是惊百姓，因为因以约翰为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伫众人面前跳舞，互希律欢喜。希律就起誓，永远随伊所求的，互伊。女儿被母亲所死，就讲：请甲洗洗约翰的头放伫盘内，摕来互我。王便忧愁，但因为伊所起的誓，搁因为当时的人就反复互伊。就安尼，打发人去伫监狱内斩了约翰，甲头放伫盘内，摕来互女子。女子摕去互伊母亲。约翰的门徒来，甲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讲互耶稣。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对迄边独自退到旷地里去。众人听到，就对各城里步行军队伊。耶稣出来见有真多的人，就怜悯因，治好因的病的人。天将暗的时阵，门徒进前来讲，这是野地，时阵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因好往庄头内去家己买食的。耶稣讲：毋免因去，恁互因食吧。门徒讲：阮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。耶稣讲：摕过来互我。怎呢？吩咐众人坐伫草地上，就摕到这个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，递互门徒，门徒搁递互众人，因拢食，并且食饱了，甲剩的零碎整理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。食的人除了妇人人、囡仔，约有5000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迄边去。等伊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伊就独自上山去祈祷。到了暗时，只有伊一个人伫遐内。迄时船伫海中，因风无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4更天，耶稣伫海面上行往门徒迄边去。门徒看见伊伫海面上行，就惊吓了，讲这是鬼怪，便惊吓喊叫起来。耶稣赶紧对因讲：恁放心，是我，毋通惊。彼得讲：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为水面上行到你迄边去。耶稣讲：你来吧。彼得就为船顶落去，伫水面上行到耶稣迄边去。只因见风真大，就惊吓，将要沉落去，便喊着讲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稣赶紧伸手扭掉伊，讲：你这个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摇疑呢？因上了船，风就止了。伫船顶的人拢拜伊讲：你真是上帝的后生了。因过了海，来到哥尼撒勒地方，迄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甲周围地方去，甲所有病人带到伊迄边，只求耶稣准因摸伊的衣裳手，摸着的人就拢好了。